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分析讲，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，过去3冬气候的通货膨胀造成家庭的开销平均是增加超过8000块。环境部是认为极端气候造成农损农产品起价敢会当算是通货膨胀咧，这是爱个讨论。也毋过嘛强调讲积极减碳的目标，政府甲环保团体拢共款。穿好成礼摆好柑仔做啊，民众备好年货要来过年，毋过钱敢若是愈来愈薄。绿色和平指出，台湾为2022年开始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连续3年超过2%，嘛进一步根据主计处各经济部的资料指出，这3年来食物类佮徛价类，互家庭加支出累积超过8000块。气候通膨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。气候变迁已经冲击到我们的民生经济。绿色和平指出，真热的天气造成民众开冷气的时间愈来愈长，支出的电费将近3年累积将近1000块。蔬菜水果起佫较明显，歹天气重伤农业，造成3年来民众订开立蔬菜水果的钱加要7500块。理财专家表示，真正是超级有感觉。我们的薪水不涨的同时，买菜比较贵这件事情，直接排挤到我们其他的家庭支出，例如小朋友的教育经费。安尼现象嘛出现伫日本、韩国、欧洲学者指出，极端气候冲击到日本的米，还有韩国的泡菜。Cabbage prices, very important for kimchi in Korea, increased by about 70%. So a very staple, important good for Japan, with increases of about 50% over a few months. 绿色和平呼吁爱积极来减碳，对此环境部表示，甲政府的目标相像。有关农损造成农产品价格提悬，是毋是会当直接定义成通膨，有待商榷。气候变迁所造成的这个物价，可能通膨的问题呢，其实需要长期的观察，所以需要更加小心，才能够论断这个通膨所造成的一个幅度。环境部表示，针对物价波动，政府相关单位拢有咧关心，佮有应用。这届绿色和平的研究是依主计处的资料，逐个月支出8万块的家庭所受到的影响来计算。电费增加是设定面积40.1平的家庭，厝内有5台冷气，一届开2台来计算。公司新闻林建梅、彭耀做台北报道。